咱台湾伫2025年就会正做超高龄社会，到时65岁以上的老人会占总人口的2成。这台北市交通局都选伫咧较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所在，规划设时代安全区。这车路标示限速是20公里，而且佮用种花草的方式，互车路爱小可挖一个，打造全台湾头一个交通优先区。我是觉得需要，因为这边年纪大的人很多，走路有时候都比较慢。带3个孩子过这个路口，其实都会很紧张。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改进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好。以当地公园附近交通为例，因为巷仔会使直通大路，经过车速一般拢真紧。大里附近的老大人想要骑脚踏车出门，拢爱提心吊胆，确定无车才敢过。根据统计，台北市比全台各地平均更加早进入超高龄社会。台北市人口数大约是250万6千人，掩过65岁以上老人有54万1千人，占台北市人口2成。以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资料显示，今年到7月底，全国高龄老大人交通事故死伤人数有4万2千人，其中坐回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有135人，受伤是3272人。这些问题是民众反映给我的，那里长要反映给交通局，交通局就把我们当一个 sample。所谓交通优先区准向阮大方向改善，包含路边标示缩限20公里，也是路边铺设无同的设置，人车共用不过过路人优先，也是直直的大路经由种树啊，也是设施建筑完善的路，就此降低车速。高龄活动最密集的地方是医院或者是公园，所以他一出门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比较友善的交通环境。整体来看的话，交通事故的比例有降低。如果得到是这样一个正向的效果的话，当然就可以逐步来扩大。台北市交通局讲，这个月会甲当地民众一个点头沟通，确认执行方向了后，预计年底前就完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